如果你想揾一個簡單直接嘅人生財富指引，納瓦爾寶典真係好正。全書係作者 Eric Jorgensen 將 Naval 多年生活同商業經驗嘅金句、反思、建議集合埋一齊，好似一個識嘢朋友同你講人生智慧咁，唔係教你一招一式，反而係俾你思考點樣過得明智又開心。Naval Ravikant 本身背景都好勵志，佢1974年喺印度新德里出世，9歲嗰陣同媽媽細佬一齊移民去美國，住喺紐約。佢屋企本身唔富有，爸爸又離開咗家庭，由媽媽辛苦養大佢哋。從細到大，Naval 都係自己靠把口，靠努力，由派報紙、洗碗、非法送外賣起步。好彩佢考入 Stuyvesant High School，跟住攞到 Dartmouth College 經濟同電腦科學學位，打過幾份工，慢慢闖入科技同創業圈。佢創辦過多間初創公司，包括 Epinions、AngelList，又做咗天使投資者，投資過 Twitter、Uber、Postmates、Stack Overflow 等等。佢好有名，因為唔單止識投資，仲中意分享人生哲學、幸福同閱讀之道。財富唔只係錢，係一種技能。Naval 成日強調，揾錢唔係靠死做，而係要識做，做啱嘅嘢。佢話老一輩成日叫你努力，但而家重點係發揮你個人專屬知識 （specific knowledge），即係你天生叻、最有熱情、唔易俾人複製嗰啲本領。例如你夠識科技、夠有幽默感，或者有一種獨門技巧，再加埋槓桿 （leverage），用技術、資本、網絡或者個人品牌放大你嘅成果。Naval 話你唔需要名校背景，就算係普通人，只要夠專、夠堅持，都揾到出路，做最好嘅自己。等於你將功夫用喺啱嘅地方，比死做1000次都有效。複利力量咁樣，唔止係錢。好多人成日講錢點複利，其實知識、友誼、信任全部都可以複利。Naval 強調，日日進步少少，日積月累就好勁。好似你每日睇書1個鐘，幾年後智慧差天共地。又或者你對朋友真誠可靠，時間耐咗，人脈就好堅固。呢啲唔係一時三刻可以見效，要長期投入，慢慢收成。就算學新技能、建立聲譽都係一樣，慢慢嚟，長期有效。長遠遊戲同長遠人，Naval 成日講長遠遊戲，即係揾值得一齊走落去嘅人，不論係朋友、拍檔定係同事。短炒搞唔掂，真係要揾啲肯長期合作、互相信任、識得支持對方嘅人去做事。長遠嚟講，好運都係留俾有良好判斷力、保持誠信嘅人。你越堅持啲好習慣，啲人越肯同你玩長遠。健康幸福先係根本。Naval 講得好清楚，健康一定要擺第一，身體唔健康，做咩都唔掂。佢建議做高強度鍛煉、打波、食天然食物、間歇性斷食，唔用鬧鐘瞓好覺，尊重自己身體節奏。身體好冇咗煩惱，先至可以發揮精神。至於幸福，Naval 話唔係揾外在物件，唔係有咩唔夠，佢推崇靜坐，活在當下，唔黐住過去或者未來，捱世界。少咗煩惱，自然開心。佢甚至話唔使刻意諗太多，任腦袋自由飄蕩，咁反而最能放鬆自己。學習做到清晰思維。Naval 鼓勵大家終身學習，尤其唔好停。佢教你唔使咩都學，反而要有策略，主攻數學、科學、哲學、經濟。一遇到唔識嘅知識，唔好放棄，返去補底何解。實用先係重點，唔好嘥時間喺冇用嘅嘢度。佢仲話要識得定期獨處，清理思緒，檢討人生方向。你嘅思考能力同判斷力先至係最大資產，判斷力比死做重要。努力唔代表一定有成果。Naval 話判斷力先係關鍵。佢話最識做嘅人唔係最勤力，而係最識睇大局，做對事唔係做多事。佢仲分享過，一年佢做事做得最少，反而揾得最多錢。因為專注做啱嘅事，重大決策要計埋自己時間成本，唔好浪費時間喺低價值事。做自己，睇清現實。Naval 好提倡自己思考，唔好盲信家庭、宗教、社會灌輸，呢啲有時會影響你判斷，好容易令你跟錯路。要學識懷疑，保持好奇心，多讀科學啦，了解複利效應啊、黑天鵝罕見事件啊、可證偽性啊、可用科學方法測試等等深奧理論啦，有助睇清世界。面對大選擇咧，Naval 話要識聽內心啦，結合理性同直覺，行動要快，收穫要等。Naval 勸你行動要急，結果要等，即係話做事要果斷、高效率，但收成果唔好心急，要有耐性，行快一步，早啲開始，
耐心等收成，自然有好結果。避免拖延，保持行動，唔好怕錯過做自己認為啱嘅事。今時今日咩都可以 FOMO Navel 提醒大家唔好跟風，做自己認為最啱、最開心、最有專長嗰啲事，唔使每個機會都捉住。你揀啱路，集中力量，即使其他人點都好，走自己條路，最終結果一定好過左遮右遮。靜坐冥想，嗰個腦袋要清。Navel 成日冥想。佢建議一日1個鐘坐低任腦袋發揮，唔需要刻意控制思考咩？習慣咗可以減壓，令自己心境好平和。多數煩惱其實都係太執着過去或者未來，反而活在而家先係真幸福。人生一場過，莫忘初衷。書尾部分 Neville 話：人生轉眼即逝，就算賺咗好多錢，搞咗好大事，冇人會永久記得。咁諗其實唔係頹，反而可以釋懷，唔使困喺外界定義咩叫成功。每日活好自己，享受做緊嘅事，唔使活喺他人期望下。The Almanac of Naval Ravikant 好似識得人生智慧嘅朋友同你吹水，咁講埋財富、健康、幸福、思維清晰同人生觀串埋一齊，有好大衝擊力。如果你體驗咗成日叫你死做嘅所謂成功學，不妨試下呢本書，實有啲新啟發。